们这次这个学习啊，就是这个16阿罗汉的这个礼赞和这个供养啊，就寄送啊，就这个呢，主要目的是大家要经常发愿，就是让释放的这些大德们就是长久住世。其实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对这个有些佛教徒呢，就是有些这个见解是比较狭隘的，对自己就是关系比较好的那个上师呢，特别去这个执着他，啊，就是这个上师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长久住世啊，就是这。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对其他的真正的一些在实践当中很了不起的、具有这个功德的。不管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戒定慧啊，就是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具有戒定慧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世间的如意宝。但是我们很多这个有些佛教徒的话呢，他一种这个狭隘的观念。啊，就他只是向着自己上师长久住世，就不像那个其他的，这是不太合理的。应该我们要发愿的是，凡是在这个无数的刹土当中呢，有无数的这种真正是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些大德们呢，就是愿他们就是哪怕是注释一天的这个功德和力量呢，就是对众生来讲是不可思议的。要这个发愿啊，就是要这个就是念诵和默默的祈祷。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呢，可能是就这样的祈祷，就是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啊？就这种想法呢，就是非常幼稚的，因为我们没有系统的去学习。现在很多人，我前2天也讲的，我们一讲到16阿罗汉的故事的时候呢，可能觉得有些人啊，就是对会不会是一种这个神话故事啊？就是，然后我们一讲到是这个三宝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时候呢，也到底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就是可能在实践当中啊，就是经常就是做一些不好的这个习惯，就是没有在这方面的这个传习，就是同时呢对这个佛教的一些真理都不了解啊，比如说从来就是对医学就是丝毫也不懂的，就是什么都不懂，一窍不懂的人呢，那么就是医生呢就是讲一讲，就是他的这个妙药是怎么样啊，配方是什么样啊，他这个药的这个来源是什么样啊。就我那天在那个成都中医药大学吧，在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学藏医和学这个西医，还有这个中医的。让我也很早的时候，我大概是在这个读初中的时候呢，就我有一个亲戚的医师啊，就是这个医生呢，就是对这个医药非常精通，然后他给我经常讲一些故事。你如果要动到这个藏药的话呢，那么就是藏药的真正的很多的这个它的这个原由，它的来源呢就非常的这个奇特，就是应该是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幻化的仙人呢，就是开始这个制造的，就是这个药的这个历史要讲的话呢，一定要讲到一种就特别神奇的，现在的人就是无法理解的。但是现在的一些医学家专家呢，就是他不讲这一点。如果你不讲的话呢，你真正的这个历史的源头呢都是没有的。但是他觉得说，好像这样一讲起来呢。因为他自己不懂佛教，就是不懂佛教的时候呢，包括我们这个汉地的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中药的一些这个，包括本草纲目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神奇的传说，就是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些人就是不懂这个专业的人呢，就是觉得是一种这个迷信啊或者这样，但这是自己不了解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学习这样的这个阿罗汉的这种这个故事也好，就是他的这个神品理解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最好是有一种对佛教的这个正面认识，否则的话呢，就是你最多是可能听的时候呢，哇，就是这个故事还是可以的，就像原来就是《大唐西游记》呢变成这个《西游记》一样的，就是然后呢，它就里面就是加很多非专业人呢，就是加很多。现在也是在国际上也好，就是实际上呢，有些非专业人呢，就是专门做一些专业的这个，包括电影的一些长片呐、就这样的时候呢，有受到很多人的共济，就是这也是对这个历史不符合。但是我们这个佛教的真正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只能是以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专用词。佛教的一些怎么说就是用一些它的这个特定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就是非要去改变，就是要去改变的话呢，的确就是也是很费力的。当然，我们有些语言呢，就是可以这个改变一下也是可以的
啊，就是他们有些人给我讲，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就是出版的就是苦菜是人生和那个还有就是做菜是得到还是什么，但是这个呢，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就是稍微就是对这个有兴趣呢？把这个佛教的一些道理，就是比如说前除烦恼的一些道理的话呢，我就用了一些比较适合这个现在人特别就是说的一些就现在的一些语言，其实里面的有些内容的话呢，就是佛教的这个故事。这样的话呢，我只能改变这个，就是它的语言的架构呢，就是可以改变，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没办法，就是里面的真正的这个内容。所以这是我们弘扬佛教的一些大德也好，就是包括一些居士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的把这个语言呢改成现在的语言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就是太这个突兀，太这个世俗化了，太这个低俗化了。那这样以后呢，佛教原来的这个它的真正的这个这个妙味的话呢，就是已经就完全就改变了。就是所以说我们在讲这样课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现在人呢有时候是对这个佛教的一些，包括讲移民啊，就讲这个中观呀，讲这个哪怕是我们讲这样的一个祈祷文的时候呢，有些这个以前没有听过的人呢，可能也有一点点这个困难，但是这个只能呢就是做到这一点，就是除此之外也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希望大家呢，我们这个法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天天的是以这个低俗化来就是追踪你自己呢就是通过各种方法经常串习，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佛法的这种非常这个唐奥的就是这样的海洋当中去，应该就这样的话呢，才有这个自己啊就能这个获得就是其中的真正的这个受益啊，就是会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讲这个16阿罗汉的这个立功文的就是主要目的的话呢，就是护持佛法。啊，就弘扬佛法，就是这个是对每个人来讲是有这个责任的啊，就有责任。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现在佛教徒就是存在或者是面临着一个问题，问题什么呢？世界上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宗教的话呢，大家都很害怕，就是宗教是很敏感的。但是唯一的大乘佛教呢，就是很多人都不怕。为什么不怕呢？哦，佛教就是强调的是无我的，他们是没有我。佛教是强调的是大慈大悲，就是所以我们何时何地的是可以践踏他，可以诽谤他，可以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过失。所以说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就是包括一些新闻媒体啊，有些名人啊，有些各种各样的人的话呢，就是经常呢就是说啊，就是佛教就是道德是怎么在任何场合当中做什么什么的，然后佛教的教义是如何的。如果是其他宗教的话呢，可能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是自己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也不一定干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佛教徒呢，我也觉得是我们不可能是以这个拿着各种武器来进行对他们就是攻击啊、打仗啊，就这都是不需要。就是佛教都是从来都是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和一些这个暴力的这种行为呢，就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用真理来，就是比如说有个别的一些人呢，就是故意他挑起一些佛教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就是本来是一个个人的行为，然后他就跳出来。啊，就去年就是在这个很多新闻上的是啊，就是这某某地方呢，就是有个什么这个和尚啊，就是喝酒啊，就是什么什么，但到底是这个背后的什么样的也不好说的。但是如果是其他宗教的话呢，可能即使这个教徒呢，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他做了一些非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呢，他可能会就是比较担心，就是得罪这个团体。得罪就是其他的这个教徒，或者说是记录他们呢，就不敢就是说他们的啊，就很多。我在那个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啊，就是也是一些就是相关人员呢，就是做了一些沟通，就是我说我们这个佛教呢，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这个修安忍呐，什么都忍，就是别人对你说好话也忍，不好的话也忍。你没有偷东西，别人说你偷东西了的话也要忍，就是其实也不这个不叫这个忍，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话呢，比如说。真正是别人对你的一种这个非你的评价的话呢，我们是有权就是这个寻找就是他的真相啊，就寻找真相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佛教徒呢就是也有一种这个他的辩论和他的一些这个反驳的这种方法和这个途径啊。就这方面呢，我想以后啊，就是希望这个佛教徒呢，也不要这个，因为他们很多人呢，就是啊，确实我们佛教是无我的，确实我们佛教是大慈悲的，谁说我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忍着啊，就是其实这种方法的话呢，也不一定是符合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啊，就是佛教的教义，就是包括一些。
我们这个经常这个学过的一些这个光明经呐，就是以及这个军规教员论呐等等，这些里面的话呢，佛教既这个适合这个实践法，有更这个超越的呢，就实践的这个真理的，就是有很多部分的。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就分不清楚，自己也认为，我经常感觉到就是佛教呢，就是好像别人说你就可以的，但是佛教徒的话呢，就是特别就是好像没有就是自己的一种这个意识感啊，就所以呢，实际上人们谁都是不怕佛教徒，就是随便你可以说他，就是如果其他的话呢，恐怕有一些这个担心啊，就是有一些担心。那么以后的话呢，希望我们也不强调就是如果任何一种这个非法的方式，或者是非理不合理的方式来就是攻击谁，就是这都是没有必要。但是呢，就是有必要就是澄清，有些人是故意就是对你这个佛教徒呢，就是进行这个侮辱啊、诽谤啊，就是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也应该这个澄清，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里也是讲呢，就是这个上师十方。这个大德的这些上师们呢，就是长久住世，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佛教要弘扬的话呢，就是佛陀和菩萨呢，就是现在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一般来讲，除了这个幻化的显现以外呢，就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诸世众生面前是就显现不到的。然后要这些持教的大德们呢，就是实际上是长久住世以后呢，就是才能可以就是把这个佛法的真正的精髓的道理呢，就是让这个弘扬啊，就是让弘扬。那么能弘扬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要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光信在实践当中，要光信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责任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说实在的，就是只管自己的这个修行，就是很多人只管自己的上师啊，自己的上师让多花愿意都可以啊，就是天天的这样的啊，就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包括韩地也是现在有不好的一些群像啊，我们在这个韩地这个弘扬佛法呢，就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大家要理解佛法。啊，就是很多带有一些迷信的这些色彩的话呢，就是让他们真正是这个转变过来。这样的话呢，有许多人呢，就是他受过一个很良好的教育，就是稍微在中间给他点一下，就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就是上师也好，弟子也好，就是那么一提到就是所谓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么要么这个化缘呐，要么就是做一个仪式啊，就是那么就是或者说是讲一些特别神神道道的，就是有一些很神秘的，就这些也并不是。先我们从实践的，就是对怎么样解除痛苦啊，怎样这个对社会的这种饶益，就是社会这个公益方面呢，等等，佛教可以就是结合很多方面来对这个帮助这个世人。所以我为什么经常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讲这个佛法呢，就是其实全人类的，就是它并不是就是既是一个别的佛教徒，就是他拥有的一种，他是非常教条的，或者说是他是一种各自的一种这个私有财产那样，就是并不是，它是一个精神的这种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粮食。但是这种呢，就全人类、全众生，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只不过呢，就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没有理解其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所以，如果把它就是限制在一个宗教，或者限制在一个个别的一些这个很狭隘的一种思想当中的话呢，那么他的这种真理呢，就是只有这个个别人或者个别的众生就是拥有，就是不可能呢，就是很多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方法方面的话呢，应该说是它没有这个边界的，没有那个就是民族啊，没有国家，没有区域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的，就是应该是它可以就是普及到就是全这个众生的这个心田啊，就是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我有时候想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大家就学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自己想，就是这样的这种真理，短暂的人生当中呢，我们怎样就是让这个许许多多的人真的这个得到这个利益啊？我看到有些这个，包括有一些特别这个出名的一些名人的话呢，他通过自身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经验呐，然后呢就是看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书啊，就是佛教方面的教育。然
他自己的这个经验也好，就自己的这种体会呢，就传递给就是非常多的就是自己的一些下属的人呐，就成千上万个人。那这样的话，这些人呢，就是说实在的，虽然他们没有这个披上什么这个袈裟啊，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转法轮啊，就是他并没有就是以这个将近说法的这种这个库恩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呢，他所做的是应该就是远远超过就是我们像我那样的这个相似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些这个法师啊，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实践当中有特别多的一些优秀的人呐、就是每次都是通过各种三巧方便方法来把这个佛教的这些真理呢，逐渐就是与自己有缘的人呢，就是让他们就是了解，让他们了解的话呢，那么他们在生活当中和在生命当中牵出了就是许许多多的痛苦的话呢，这就是说佛陀就是他的究竟依曲啊，就是佛陀的究竟依曲呢，就是众生离苦得乐。除此之外呢，就是佛陀也不可能我们现在世界人一样，我一会儿快乐，我吃得很好啊，我晚上这个睡得很好啊，就我感冒好了就是不咳嗽啊，他不会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愿望。所以说，我想呢，大家还是应该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短暂的人生当中呢，就是真正对众生有利的这些真理啊，就是尽量就是先就是自己得到，要自己得的过程当中，一分一秒都是要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觉得是啊，就是像听故事一样的，就是看电影一样的啊，就是啊就这样就过了就过了，就反正就快下课就可以了，就是一直盯着。有些人听课的时候也闭着眼睛呢，有些人是拉着眼珠啊，就上课的时候这些应该是很专注的智慧来就是听书，不然啊，这个有智慧的人都是需要专注的话，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更何况说以三心二意的方式来让这个通达他的其中的这个深深意义啊。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啊，以前的话呢，就是在就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这个将近说法的这样的这个传统，就是所以呢，这个佛教的这种上课呢，就是有些人都是觉得啊，这个应该很好懂啊，就其实不是，就哪怕是听一堂课的话呢，那这一堂课当中，比如说一个人讲了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当中呢，你到底记住了什么样的这个故事？你到底记住了什么样的这个真理？那这个真理呢，就是你自己给别人讲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这一堂课的这种这个受持呢，就是让这个讲到。所以我们的这种智慧啊，自己的技能呢，不管是这个中年人还是年轻人呢，都要有一种锻炼的这种过程。就是如果你没有锻炼的话，那就是老是觉得啊，就是听课就是一种这个行为，就是我不去的话，那好像不行的。我们现在学会那边有些老的这个学会的人呐、就好像不去的话，别人给我大旷课就是也不行的。那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每天只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兴趣，这就叫做是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法油子，就是这个时间当中讲呢，就是捞油条啊，就是捞油条的话是怎么样？就是看看就是这个过了2、3天以后的那个油条呢，就是你在油里面怎么样就是熬的话，那就是它就没有什么这个新的这个变化，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佛教里面也讲呢，就是他说是这个什么这个素有的这个牛皮啊，就是那这个呢就法油子，就是华智仁波切的前行里面有很多不好的这个比喻来说明和这个描述这些人，就是大家在听课的时候一定要不仅仅是就是不是说是我的这个课，我的课的是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就我看这个有些人打瞌睡的话，那就是也就是打的也不是很长，就是是吧？有时候自己就是开始自己就是打呼噜，然后自己把自己叫醒了。好，下面我们开始讲什么啊？我刚才都开始讲了，是吧？今天是第2个颂词啊，就顶礼圣子20多，居仙山，居仙人山，水晶林，100罗汉所围绕，双手皆作等持印，加持上师救助世，加持佛法变心身。那么就是说，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经历呢，甚至啊，就是这个20多啊，就20多呢，就是我们藏文当中叫木盆巴，木盆巴是就是不会这个失败，就是500，就是无有失败的意思，就是500尊者，然后他呢就是经常居住在这个仙人山。啊，就是仙人山呢，就是在有些资料当中说是无峰山，就是旧峰山，就是银鹫山的这个周围，就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那么就是他这样的这个森林当中啊，就水晶林
是这是一种这个名称，就是水晶莲。那么它的周围呢，就是有500，就是100个罗汉，然后有其他资料当中的话呢，也有1500，就是所以我在想，不同的资料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说法，这个是应该是可以。比如说我们要说一个上师的话呢，他可能这个有时候呢就是有这个500个卷数也有，有时候呢有1500个卷数也有。我们写这个法王的专辑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开发会的时候呢，原来法王如意宝讲文殊大圆满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人特别多，就是接近1000个人呢，就是，然后也有时候他开极乐法会啊，就这个时候的好几万个人，就是所以说呢，我想那个就是这个说法应该是不会什么这个成矛盾的，就是再加上是他的这个受益呢，就是我昨天也讲了，就是他的一些这些呢，就是诸佛菩萨在众生面前，不同的众生面前也有显现不同的，比如说高僧大德他召见那个文殊菩萨的时候，有些呢就是见的是这个一面二臂的，有些呢就是黑文殊，有些是白文殊，有些的话呢就是一面四臂的，等等，就是每个这个大德呢，就是他们所见到的这个深遮度是不相同的，就是所以说是稍微在这些的这个疏引啊，就是他的一些身世啊这些方面呢，都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差别啊，就是所以说这个以前的话像那个汉地的很多大德们，就是他见到那个就是16阿罗汉的一些尊者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一些形象呢，就是也是跟着这个汉文化的有一些这个绘画，就是他们的一些塑像呢，就是也非常这个相同的啊，就非常这个相同的。然后那个有些这个藏传佛教的就有些历史上看藏传佛教的有些大的见到。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尊者呢，就是叫摩盘巴，也叫做是20多。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去寺院里面朝拜的时候，哪些阿罗汉就是，然后这些阿罗汉里面这个面前就是发什么愿呢？就是我们什么一个硬币就是贴在那个阿罗汉的鼻子啊，就是现在很多汉传佛教的一些非佛教徒，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跟阿罗汉就是搔痒啊，就是什么，就有好多的，有些就是行为，就这些都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看见就是寺院里面的这些阿罗汉呢，这个时候确实他们以前发愿和对我们的这个教法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注释的这个这种愿力，就是所以我们共同就是这样发愿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手持这个手持呢，就是灯持音啊，就是手持灯。那你们怎么不显那个呢？没有是吧？刚才看了没有？就一直放着嘛，不要放着我嘛。是不是那个是灯车吧？是吧？这唐卡里面是吧？你看那个藏族那个绘画里面是还是很那个，看得清楚吗？哎呀，这个尊者呢，是这样的，然后我在这里呢也讲一下，就是一个是他这个祈祷这样的这个尊者呢，起到的什么作用呢？主要是对世间的各种灾难危害，还有就是魔种的一些这个违缘呢，就是都能这个遣除的。然后同时呢，就是消除这个前世的罪，增长这个现在的一些行善的功德等等，就是所以祈祷他就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力量啊，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加持力。那么他呢，其实他的这个生平只是故事讲的话呢，他们这个马盆巴啊，就马盆巴的话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就是他以前就是这个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转生到就是特别富裕的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就是这个长者呢，就家庭就是特别富裕，但尤其是他就降生之后呢，就是他的这个财富啊，他的一些势力啊，就是都没有办法就是比，就是所以人们呢就是对他就是无不战胜，就是他就能这个大悲一起。然后他降生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有很多迹象的这个瑞相啊，就是有瑞相就是出现更重要的呢，就是他满身都是具有这个各种珍宝的，就是大象，就是出现在他们的这个家里。那么这个大象呢，也非常的这个迹象，所以什么？
就是人们呢就是给他就叫做是什么郎钦巴，郎钦巴，意思就是具有大象的人，就是他也这样叫做。然后他逐渐这个长大的时候，当时他正在降生的那一段时间当中呢，这个应该是波斯匿王吧，就是波斯匿王就是和他的这个王后呢也生了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妙相的，就是公主。那么这个公主呢，就是从小都是她的这个身上也有一些这个这个袈裟的这个痕迹，就是花纹，就是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藏文当中呢，就是叫这个秋姑剑，就是秋姑剑是指的意思是具有这个法义的意思，就是人们对这个公主呢，就是称为是就是具有法义的，就是意思也是这样，就是具有法义的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是一个是就是他生来都是拥有大象，就是一个呢就是他的身体也有特别的这些这个妙相。但后来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就是互相见到以后呢，就产生了就是感情，然后呢，这个也刚才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阿什多的这个他的这个前面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马旁巴就或者说具有大象者，他呢就是很想办法，就是这个公主呢就是想对自己就是做为妻，但是呢，因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就是不可能就是对这个国王呢就是有波罗蜜而且印度呢就是特别对中心是特别这个执着的。他后来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就是想办法就是让这个波斯匿王呢就是欢喜。有一次呢，他把这个大象的象牙就是去供养给他，然后国王呢非常欢喜，就是说回答就是你需要什么，就是我们都可以给你。然后呢，就是他说我不需要什么，就是然后第一次就是他当时国王对他的影响很好。现在的时代当中哪有就什么都不需要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很不错，而且他的这个庄严他的这个声响就是都非常不错的。然后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其他的一些对这个大象想要就是还有这个珍宝呢，就是完全更平民的，就是有些东西也供养给国王。然后国王呢，就是说是你需要什么，然后他这次呢，就是说我也不需要财物，也不需要这个权利就是地位等等，但是呢，我需要就是公主，就是作为我的这个妻子，我唯一的要求。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呢，就是非常这个难以回答，就是难以回答。他说我明天早上呢，就是可以给你回答，就是他当时呢，就是一下子就答不出来，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然后那个他就下来过后呢，就是跟那个大臣们进行这个商量大臣们进行商量，就是说是我如果不给的话，那就是这个年轻人就是从各个方面，他的这个品德也好，他的福报也好，他的长相也好，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说，再加上我也不愿意，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情谊呢，就是一擦而这个毁坏，就是我不愿意。但我是要给的话，那就是我作为这个国王中心的这个公主那么就是给一个就是这样的这个平民的话，那就是实践的各种这个谣言也很难这个遮挡。再加上的话呢，就是从一些道理上呢，就是也非常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宰相就也对他就是出了一些注意，就是因为他这个大象呢，是个可能是这个我以前看到的那个故事里面说是可能野象还是怎么的，就是因为比较狂象吧，就是他一般不可能骑的，就是说要求让他骑着这个大象来就是娶公主的话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现实的，就是让他这样。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就是给他说，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公主的话呢，你骑着你的大象就是过来。但是这位这个童子呢，就是下来之后，就是真是他骑着他的大象就是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呢，国王也觉得很惊讶，就是国王本来想自己就是骑着这个大象试一试，结果呢，就是大象根本就是不理他，就很远的地方而跑了。就是所以后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缘的话呢，就是他已经就是国王就是不得不答应了，就是已经答应了。那么答应之后呢，就是国王就是带着这个公主和带着这个刚才这个具象智就是他们一起呢，就是到这个佛陀那里去了。佛陀那里去了以后呢，就是给这个佛陀就国王呢，就是跟这个佛陀就是问就是说是这个人呢，为什么是具有这么好的大象？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具有就是这么好的我的这个公主她是一个平民百姓，已经得到，就是我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让佛陀来就是开始这个问题给我去进行这个回答。然后佛陀呢就讲了就是毗婆师傅之间的一些故事
就是那个时候呢，好像有一男一女，就是两个就童子。然后当时看到这毗婆师傅就是这个到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男童呢，就是他有这个一些好像那个大象就是玩具就是这样的。然后他看见那个佛陀就是庄严的圣像的时候呢，非常欢喜，就是把这个去这个供养。然后当时那个这个女孩呢，就是她就当时看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圣像的这个袈裟，就是也非常这个庄严，她自己就心里积极产生羡慕啊，就是出家人的这个袈裟是那么这个庄严的，那么好，我拥有这样的话多好啊！然后他们呢，当时一方面呢就是一起就是将来呢就是这个成为这个夫妻就是发愿，一方面呢就是各自的是也这个发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愿，以这样的这个因缘，这个显现呢，就是生生世世呢，就是他们有这么一个良好的这个因缘，然后呢，就是今生当中也是就是成为这个关系啊，就是这种关系。那么佛陀呢，还要就是对他们呢，就是进行这个传输这个佛法。那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精进修行以后的话呢，那么这个具象者呢，就是他已经这个证悟了，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啊，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女的呢，就证悟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好像在历史上应该有吧，就是但是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就是然后他获得阿罗汉果位呢，就是人们就是称为就是20多尊者啊，就20多尊者。那么就是他呢，就是从这个尘世当中，从实践当中呢，就是完全就是得以解脱，所有的烦恼呢，就是得以这个摧毁。所以我们就是祈祷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20多尊者啊，就是为主的，就是有这个100罗汉也好，1500个阿罗汉也好，就是无数的这些阿罗汉呢，就是加持我们。因为他们呢，就是各自都有这个神通和圣变，就是说实在，就是我们这个在一些历史上看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世事都是有一些，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文学家，他们到印度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的话呢，他们也经常就是见到这个阿罗汉呐，就一些这个迦叶尊者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故事是非常多吧。就是我以前也讲过，以后方便的时候我也可以跟大家就是讲讲，就是说一说呢，就是这个是就是第二个这个尊者吧，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在念诵的过程当中也经常就是祈祷就是20多尊者，那么就是加持呢，就是世间的这些这个上师们呢长久住着，佛法呢就是遍地这个兴盛，就是这样来发愿。